在《雪中悍刀行》中有这样一个梗，只要徐凤年喊声小妈，这个天下都是他的。众所周知，北邙女帝对徐骁情根深重，只可惜徐骁只爱无素，导致了女帝和徐骁之间注定是有缘无分。那么你知道这位高高在上的北邙女帝究竟为何那么爱徐骁吗？今天乐风就来跟大家聊聊女帝和徐骁之间的隐秘往事。徐骁在刚出场的时候，只不过是一个弯腰驼背还带点瘸腿的老头，就是这样一个老头，却凭借一人之力守卫着天下和平。只要徐骁不死，天下就不会有兵戈。也正是因此，徐骁以一个二品武夫的实力被天下将士们所敬仰。但很少有人知道，其实徐骁年轻的时候并不是很出众，但是他不仅让吴家剑种中的一代剑冠吴素为他放弃了成就女子剑仙的机会，还让北邙那位举世无双的女帝倾心一试。那位女帝曾经对徐骁表示过，只要他徐骁愿意迎娶她，她愿意妻徐，两人共享天下。那样的话，徐骁只是动动嘴，拿下整个天下都不是问题。所以天下也一直有传言北邙女帝是倾慕于徐骁的，这同样不是空穴来风的传闻。只不过当时的徐骁不仅拒绝了北邙女帝，还一刀斩断了北邙派去送信的使者，可谓是完全不给北邙女帝面子。但即便是徐骁如此对待北邙女帝，女帝都没有丝毫的动怒，只是一笑了之，可谓是给足了徐骁面子。而整个北邙的人也是因此动怒，大骂徐骁的不知好歹，却未曾有人说徐骁配不上他们女帝。因为纵观整个天下的男人，也确实是只有徐骁才能够真正配得上这位北邙女帝了。他们两人的故事则是开始在许多年之前的辽东之中。在徐骁还是个少年的时候，是一个十分吊儿郎当的游侠。出生于辽东之中，最喜欢的事情就是骂人和打架，很难从他的身上看出有大作为的样子。北邙的那位女帝当时也并不是高高在上的女帝，而是慕容姑娘，并且她流落到了辽东地区的时候，完全就是一个小乞儿的形象，更是看不出任何一丝皇室的贵族气息。他们两人相识的时候，是因为一张饼而引发的血案。徐骁虽然整日里喜欢游手好闲，跟邻里街坊的关系都不错，所以那些大人们很照顾徐骁。一天，徐骁在卖饼大娘那里拿了几张饼后，就遇到了已经几天没吃饭的慕容。看见徐骁有饼吃后，便哭着喊着问他要饼。因为徐骁被哭得有点烦了，便给了慕容姑娘一块饼，打算将她打发走。因为慕容也知道跟着徐骁有饭吃，虽然最开始徐骁感觉他有点烦人，但久而久之也习惯了慕容跟在他的身边，对徐骁也是个不错的事情。并且每次慕容被欺负时，徐骁都会挺身而出。也因为徐骁对于慕容的照顾，让慕容逐渐的喜欢上了他。只不过命运还是让两人分开了。慕容女帝作为北邙皇室的人，很快就被皇室成员给找到了，而徐骁则是要外出参军，立志要给这天下带去太平。最终两人在分别之际，慕容也将自己对于徐骁的爱意表达了出来。不过徐骁有自己的志向，此时还不能儿女情长。在徐骁当中跟慕容女帝分别的时候，徐骁花费了20两银子给慕容买了一件裘子，而慕容则是在转身离去的时候曾2次回头看向了徐骁，只是事不过三，他并没有选择再次回头。这件事也让慕容在多年之后还是有些惋惜，看着那件破旧的裘子，想着如果当时他第3次回头，是不是就可以看见那个辽东儿郎对着他做鬼脸了。可以说两人年幼时的相遇，让女帝对于徐骁是情根深重了。尤其是徐骁逐渐的闯出了名声后，整个天下中女帝便再也没有其他看得上的男人。但是徐骁对于女帝究竟有没有感情，这一点是很难说的。毕竟当初两人一起经历了一段时间，如果两人之间有感情的话，那一段感情必然也是最为真挚纯洁的，没有一点利益的掺杂。只不过徐骁在后面遇到了自己一生挚爱无素，所以他之前对于女帝的感情也就很难说得清楚了。如果徐骁并没有遇见自己的一生挚爱，可能会对于慕容的招揽，他会选择进入北邙之中吧。两人都是用情非常专一的人，只不过感情并未双向奔赴罢了。而在徐骁即将身死之前，还专门安排了徐凤年驾车外出了一趟。当时他的马车跟北邙女帝的马车相逢，对方的驾车之人就是北邙军神拓跋菩萨。这次相遇，两人已隔数十年，都是垂垂老矣的人了。而徐骁还是像年少一样讥讽了一下这位女帝，女帝也只是一笑了之，并且在徐骁临终前也告诉了徐凤年，他的眼中从始至终都只有无素这一位女子。北邙女帝的深情终归是错付了呀。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有什么观点，欢迎在下方留言互动。最后走之前不要忘记关注乐风啊。